之後就會嚟到呢個咁靚嘅地方啦。嚟到呢就係聖塞巴斯蒂安嘅安奴達球場，同前皇家蘇斯達球員，而家球會嘅總監羅倫傾下偈。前皇家蘇斯達球員，現時球會嘅總監羅倫話道：嗱，翻新呢個安奴達球場咧，係為咗球會可以擁有一個適合歐洲高水平比賽嘅球場嘅。足球近年都轉變得好快㗎啦，翻新同埋擴建已經係刻不容緩。安奴達球場喺1993年嘅7月29號正式開幕，當年更加舉辦過歐洲青年田徑錦標賽添。未搬到去安奴達球場之前咧，皇家蘇斯達係用咗亞托查球場成80年㗎啦。羅倫講翻安奴達球場開幕嗰年啊，自己咁啱翻嚟皇家蘇斯達。佢記得第一場比賽就係對皇家馬德里，嗰場比賽佢有入波添㗎，嗰一球波咧令佢相當難忘嘅。1993年嘅8月13號，羅倫喺皇家馬德里呢場嘅比賽裏邊咧，係替皇家蘇斯達射喺安奴達嘅首個入波，最後安奴達亦都成為咗皇家蘇斯達嘅正式主場。羅倫仲記得啦，嗰個入波出現喺下半場一個角球攻勢。其實除咗呢球波之外啦，仲有好多喺安奴達嘅入波都令佢留下深刻嘅印象。每次喺安奴達呢度踢波啦，就好似翻到屋企一樣。安奴達球場係一個多用途嘅運動場，跑道裏邊嘅面積咧大概係105到70米嘅。球場咧係由市政府所擁有嘅，呢度可以舉辦田徑嘅運動。安奴達球場裏邊亦都好多嘅設施咧，都係為歐洲水平嘅賽事而特別而設嘅。球場容量咧達到32000人，裏邊有寬敞嘅記者招待室啦，亦都有咧就係球會嘅紀念品專賣店。而更衣室咧更加為球員提供足夠嘅私隱度添。為咗紀念球會過去嘅歷史啦，球場喺2009年仲設立咗歷史博物館，擺放住球會歷來所勇奪過嘅獎杯。安奴達歷史博物館其中一工作人員文道沙就話到：博物館唔單止擺放球會歷來所勇奪過嘅獎項嘅，仲記錄低球會一路以嚟特別嘅事情，希望球迷透過呢啲故事啦，能夠更加深入了解到呢間球會嘅一切嘅。博物館嘅旁邊有一條通向球場中心嘅通道，呢條走廊佈滿咗所有球會歷來偉大球員嘅照片。文道沙話到，第一幅相就有一位球迷係1915年所提供嘅，呢幅相可以話係鎮館之寶嚟嘅。沿走廊一直行啦，會見到好多嘅壁畫，而咧有啲嘅相片啦，有啲嘅壁畫啦，當中亦都就仲有唔少粉絲嘅寫照添。安奴達球場係皇家蘇斯達嘅主場，亦都係一個象徵住巴斯克地區最出色足球嘅地方。入到安奴達球場睇皇家蘇斯達嘅比賽，就好似假期到一間就5星級嘅酒店裏面入住嘅感覺一樣，氣氛係令人非常陶醉。